你有冇試過對住你隻狗講嘅，嚟望住你，好似聽得明嘅？又或者你講某個字，例如散步啊、食飯啊，唔准喐嘅，咁即刻做出反應，你會諗狗狗係咪識聽人講嘅？佢哋聽得出意思，定其實只係認聲認語調？今日咧，我哋就深入探討一個好有趣又好實用嘅主題：狗狗理解人類語言嘅極限，佢哋真係識聽字，定係靠情景推斷讀你面色？咁講一個傳奇故事咧，邊境牧羊犬 Chaser 佢係全球最出名嘅語言理解狗狗之一，由美國心理學家John Pilley 訓練 Chaser 能夠識超過1000個物件名稱，仲識將名詞同動詞組合，例如 fetch ball、touch toy。研究團隊證實 Chaser 唔止死記名詞，佢仲有初步語義分類能力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純粹見到某樣嘢就喐，而係根據字眼作出判斷。不過唔好以為呢啲只屬於極端天才狗嘅，咁現實係大部分狗狗都具備基本語言理解潛能嘅，只係你有冇俾機會睇學嘅。根據匈牙利布達佩斯大學嘅狗狗認知研究中心實驗，大多數成年狗狗平均可以學識30至到100個字詞，包括命令、名、物件名，甚至簡單句式。特別係貴婦狗、邊境牧羊犬、金毛等嘅品種，因為智商高、注意力集中，更容易記詞。只要你重複講某個字，譬如波波、走啦，等陣先，再配合清楚動作、語氣一致，狗狗就會將呢個聲音單位同行為結果連結起嚟。但問題係狗狗真係理解噶嘛？字嘅意思定只係聽你語氣反應？實驗顯示，狗狗其實更依賴你語調、面部表情、肢體語言去判斷你講緊咩。當主人用開心語氣講唔准跳，狗狗會當你係鼓勵。但係用嚴肅聲線講坐低，就算唔加手勢，佢都會識得識趣。所以語言學習喺狗狗身上，並唔只係聽字，而係一種多重感官解碼行為。你講緊咩？其實佢嚟緊你點講、點企、點望嘅。咁另外一個關鍵咧就係重複與情景關聯。你每日都講出去行街，跟住真係拎繩出去，佢自然記得。但係你一時講出街，一時講行山，一時講行一陣，佢未必理解每個字都係一樣意思。佢點樣幫助狗狗理解更多字呢？其實有幾個訓練小技巧啊。第一，用穩定清晰嘅字眼同埋語調，同一樣嘢唔好成日轉名，例如波波就叫波波，唔好有時叫波，有時叫玩具，有時叫小藍。第二呢，配合手勢動作教嘅對應行為，例如講坐低，同時手勢往下，久而久之，就算你唔出聲，佢都會認到你意思。第三，保持正向回鈴，佢做到時俾讚俾零食，令字同愉快經驗連結，效果會快好多。